消基会公布2021年消费者上界关心的10大新闻，除了有一个代替德鲁古自强号败马事件、高雄城中城大火、钱柜 KTV 火灾死亡事故，搁再来就是厝起价和疫情之下的外送消费纠纷、防疫物资和食品安全等等。消基会董事长认为，这个消费者认定讲，这2021年确实是充满艰苦、痛苦和欺骗一年。2021年真无平静，重大公共事故造成超过100人不幸过身。消基会公布2021年消费者关心的10大新闻：第一名泰鲁高号败马，第二名高雄城中城大火，第三名莱克多巴胺强制标示要搁再加强，第四名台北钱柜大火，消基会提出团体诉讼要求赔偿。那第5名也是唯一比较较正面的新闻，民事大法庭裁定消费争议案件。精神损害会当用天罚性的赔偿来赔。去年的2月26号的时候，最高法院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啊，也就是以后啊，所有的这个消费者所受到的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，也可以请求1到5倍啊不等的惩罚，消保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。第6名计共有4件，包括天龙游览车弄山事故，外送平台去年申诉量要过2000件，厝价大起，也有台湾塑胶杯一年用掉20亿个。参第10名彩色翠暗验出有缘。总的来讲吼，这个民众是真艰苦，为什么呢？物价直波动，一直在起价，有9件拢计是这唔是伤就是死。希望明年虎年吼，大家会当遮好这只好的这个势力吼，大家拼经济，大家拼疫情，互消费者更加幸福、更加安心。消基会表示，2021年消费者反映是心痛艰苦的一年，因希望政府重视消费者的心声，互虎年会当克服疫情、稳定物价、甲社会安全。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。